塘有一間出前一丁小型嘅博物館，今日我就慕名嚟到。呢一度係一間茶餐廳嚟嘅，老闆收藏咗好多出前一丁嘅紀念品，好值得欣賞。一入嚟嘅右手邊，你睇下呢邊全部都係珍藏啊，有日清大大細細嘅公仔，而櫃裏面呢收藏咗一副出前一丁嘅麻雀，同埋2008年出前一丁頒發嘅獎狀。呢一度呢就係收銀處，幾可愛，淨係呢一幅牆都可以打卡啦。佢哋餐牌都好特色，用日清家族系列。呢度嘅早餐、全日餐、下午茶餐主打都係出前一丁同埋撈丁。為咗迎合市場呢，全日餐都有飯食噶喎。如果你食出前一丁湯麵呢，湯底仲有好多選擇，除咗麻油之外呢，仲有黑蒜啊、蝦龍湯啊或者咖喱都幾特別噶。我就點咗一個蝦龍湯湯底沙爹牛肉麵啦。佢哋嗰啲碗啊、碟啊，全部都有出前一丁噶。出前一丁係香港70、80年代嗰陣時候出名嘅品牌，亦都係我童年回憶。當時招牌彈牙嘅麵呢，加入咗麻油，簡直係靈魂嘅口味啊！以前家家戶戶啊，必定有幾包喺度噶。打風前啊，仲唔使講啊，啲人啊，仲去超級市場一箱箱咁樣搬翻屋企啊！過咗咁多年，雖然有好多品牌出咗，但係始終香港人都係喜歡一碗出前一丁。見到老闆呢有咁多珍藏，同埋開咗呢一間食店，都係希望留住大家嘅集體回憶，支持下小店嚟打個卡，食下嘢啊！呢度有少量嘅珍藏，老闆都可以國外㗎。呢間清仔冰室位於觀塘站嘅 D4 出口，觀塘工業大廈4期1樓 G 室，星期日休息。快啲嚟支持下呢一間小店啦！